来看伫金门的消息，中国渔船并船的事件，家属要求海巡署来公布执法的画面。不过海巡署回应讲，当时因为速度真紧，伫走烧的过程中有受压，海了真大的搜证人员无才调摕器材来翕，所以讲追捕到这个并船的过程中，关键5分钟画面拢总无录到。不过本来海巡署是强调讲啊，中国船只安尼呢驶真紧，才会并船，即马被证实讲双方的船有受压，这个代志，这个金门地检署要你调查。这个事件造成金门下门海的气氛真紧张。美国国务院呼吁两方应该透过对话降低风险。这透早，海巡署陆委会过来的官员伫饭店起舞起厝，规排大官全部拢咧等待中国船员的家属落楼会谈。严格一路等到10点多，有员等未到家属，一群人才前往殡仪馆进行发会公祭。一直到特别12点，家属出现，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所拢无回应。检方跟海军说没有录影可以接受吗？海巡承认有碰撞，怎么看？会火化吗？还是会解剖？家属要求海巡署公布执法的影片。严格即摆，检方证实追捕的过程完全无画面。海巡署回应是出勤的 CP-105艇无配备监视系统，需要挖靠海巡人员更廉价的器材。当时船顶是海巡人员2个预备定检，一个控船，另外一个负责瞭望警戒加上搜证。严格查过界的中国渔船技术零检遭获海巡署捉。2只船的船身 A 弄过6摆，海巡人员未当及时摕到搜证的器材，未发现渔船到并船5分钟的执法过程，关键的画面拢总无录到。在高速追逐状态下，船身多次接触，船身易受海浪影响剧烈摇晃。那安尼原本强调是中国渔船原来挖起技术零检无驶离并船，即卖海巡也解释讲，因为2只船烧着的关系，船身 A 弄过6摆。碰撞事情啊，碰撞事情后续会有检方调查的结果。地检署驳回相关的原因，要佮你调查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也发文章强调，执法的过程船本来就有烧弄的风险，海巡署绝对无暗藏事实。严格这件代志嘛，造成金门甲厦门海峡局势紧张。美国国务院也有表态。Yeah,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Beijing's actions. We continue to urge restraint and no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. 渔船加过界事件造成两方局势紧张，呼吁透过对话降低风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